大家好，我是于安。您现在收看的是国香园社区的吴语学堂视频教学节目。那今天呢是第5课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讲的内容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上节课讲的是数字，大家来跟我读一下：一、二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上节课的内容你都还记得吗？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往下讲。今天我们学习怎样用苏州话问别人的电话号码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几个新词。电话，苏州话的读法是电话；号码，苏州话的读法是号码。所以电话号码合起来就是电话号码。电话号码。多少，苏州话的说法是几话几户。所以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我们的说法是那个电话号码是几户。那个电话号码是几户。回答呢，你就可以用我们之前学的数字来报一下你的电话号码了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这边有一个电话号码是13933447722，那么我们读的就是13933447722。在这边呢，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，苏州话当中的2，我们有日和两种读音。一般来说呢，我们讲到几个的时候，我们用的是两。说第几的时候，我们用的是日。那么这边报电话号码的时候呢，我们用的是表示数字的这个两，大家要注意一下啊。好，那大家来跟我读一下：电话，电话，号码，号码，电话号码，电话号码，多少，几户，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那个电话号码是几户？那个电话号码是几户？回答13933447722。13933447722。13933447722。好啦，今天的内容你都学会了吗？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。如果对我们的课程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2维码。好，到这边结束了，大家再见，再会。